达人哦，赖老师啊，那个把他辛苦在种的哦，很多山药啊，要来制造山药茶。这种哦，山药的经济是生安尼。哦，山药的经济是生这个型的，啊，靠开裂底哦。啊？靠开裂底。啊，未靠底，啊，个裂落来。啊，无，迄是隔离顶悬的啊。嘿，伊生咧迄个叶啊边。哦，生伫叶啊边的哦。哦，啊，爸爸来讲会当做迄个做山药茶。对，哇！迄顶叶啊，白白做山药。哦，顶叶啊，爸爸去做山药茶要用啦。哇，大开眼界！山药的经济是安尼来的哦。啊，买免啊算。啊？甲你买纸免啊算。无咧卖啊，你要钱吗？嘿，我咧卖，我咧卖。哦，我咧卖，啊，甲伊买较好，毋通甲我讲。你若要钱，到时我呀学。礼拜六我就过来20餐互你食。我若呀知影学起来，我再调。哦，你们知影，才要甲学起来，种好好，才要学起来啦。哦，快了较好啦。哦，这山药达人种呢，足够栽培啊。哦，还有你啊看，有迄铁架啊，还有迄竹架啊，还有牵绳啊，啊，好安尼栓啊，即马这拢扣起来变安尼。哦，哎呀，山药达人赖老师啊，哇，你看，夫妻啊，还有点公主了哈。不是，这里服务的。好，袂歹。好，袂歹。哦，原来这山药是安尼哦。拍起安尼就当做茶迄个哦，啊，袂爱煮安尼。哦，这山药茶哦，哎呀，啊山药的经济生安尼啊，大开眼界了哈。哦，你下太空有机农场哦，人这成功的赖老师哦，来遮做足者病哦，哦，啊种山药种了遮成功，哦，收成袂歹哟。哦，安尼算种偌济病哦，15平有哦，这安尼看起都。20几平。啊，安尼我20多平哦。哦，种山药种了成功。哦，啊这叶啊就甜啊，拍拍个当做山药茶要用的材料。哦，真好。哎。